嘅生活好似係一個試煉啊！大家都可能去 CC 做嘢，又撞到啲唔同嘅人啊，可能學校好多 exchange student 啊，咁變咗學校係某程度上好典型嘅社會縮影啦，咁啊，人際關係可以有好多發展啦，咁樣，咁你如果要好活躍咁樣，你可以體驗好多嘢嘅，甚至乎大學嘅時候好多機會做 intern 嘅。大學入邊 career centre 好多工俾你揾嘅，你中意做啲乜嘢都可以試下嘅。我揀咗美國研究啊嘛，其實係最冇壓力嘅科嚟嘅。另外都有一啲特別啲嘅，我有讀過三合會研究咯。咁就係一位即係教授啦，佢以前曾經真係三合會會員，之後佢喺獄中咧努力咁讀書，然之後咧出嚟之後咧，佢真係去考大學，佢亦都考到，亦都即係好高榮譽畢業啦。因為其實三合會入邊佢哋嘅架構咧，佢哋係好有文采㗎，好耐之前用教你擺杯，好似睇人有同埋揾刀劈背脊啊、燒黃紙啊嗰啲嘅，係啦，解釋翻。究竟三合會嘅文化嘅由來係點樣？係其實來自一啲好 symbolic 嘅嘢，好有意思嘅嘢咁樣一路講。都試過落區研究㗎，咁我係被委派去鴨寮街嗰一區咯。咁我同一班同學就去鴨寮街嗰一區嗰度就觀察下咁樣咯。咁佢就冇講啲咩方向㗎，你試下。即係佢點出好幾個區域咁樣，叫我哋分組就去即係睇下。交功課咁啊，之後。最後係啊，搜集資料翻嚟再 present 翻，我哋觀察到啲乜嘢。present 啫，唔使影相。你可以㗎，你可以㗎，你可以冒死一試咯。係。好個人嘅即係揀法嚟嘅啫，真係揀你嘅專長咯。係。因為大學唔係好長嘅啫嘛，咁你3年時間。你莫非係想喺嗰3年裏邊，即係學到啲咩哇舉世嘅真功夫？唔未必咯。但係喺嗰3年裏邊，你應付大學嘅嘢就真係好睇下你最叻。你起碼揾到一樣，我覺得最希望你揾到基本有一樣你覺得你好出色嘅嘢咯。咁喺呢3年裏邊，你最好喺揀科嗰樣嘢係你覺得你自己真係好 handle 到嘅，而唔係哇呢一門。好熱門喎！我拼死都要揀呢一個，諗住第時出路好啲。但係原來呢樣嘢同你自己嘅專長都唔吻合嘅。要人攻略已經出版咗啦，係我做封面嘅，希望大家喺各大學嗰度攞翻本嚟睇下啦。